公司的楼梯间竟突然变成无尽循环的彭罗斯阶梯，无论采取任何方式推门，最后的结果都是无法摆脱空间的束缚，诡异的回到起点，让鹤立陷入无法挣脱的僵局。Am I dead? No. This isn't like hell or something? 原来作为卢蒙公司的员工，必须接受记忆分离手术，工作和生活拥有互不干涉的两套记忆。携带上班的记忆是根本走不出这里的，唯一离开的方式就是乘坐电梯。但电梯下降的同时，人体的掌控权也会交还给生活人格。好处是你再也不会大半夜被老板叫回来加班，公司外与领导发生摩擦，也不用顾忌自己平时穿多大尺码的鞋，毕竟内外是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。但这种设定也存在严重的失衡问题，工作人格每天只有上班时的记忆，甚至鹤立会认为自己被剥削奴役，于是果断提出离职。不过成功离职的前提要经过另外一个鹤立的同意，也就是不用工作只管享受生活的鹤立。可现在他没心思走繁琐的流程，满脑子只有马上离开的欲望。但没到下班时间，电梯无法正常运行，并且公司有严密的安保措施，专门负责控制员工闹情绪。事后高层没有惩罚鹤立，马克却因为管理失职送进休息室反思。说实话，悠长昏暗的内部环境怎么看都不像是休息室该有的样子。可能有人会觉得，既然不能走，那不如直接摆烂摸鱼，失去工作价值，老板自然会主动开除你。但现实是，欧文因长期精神紧绷，竟走神看到黑色液体，虽然只是幻觉，可还是令人极其恐惧。因为片刻的迟疑，欧文也被送进了休息室。再次回来，他已经情绪稳定，精力充沛。而鹤立将我要出去的文字以拼接的方式写在自己的手臂上，希望让外面的自己放他出去。马克却好心的提醒他，这些文字会被电梯扫描识别。即使这样，鹤立的欲望依旧强烈。他将写有文字的纸条塞进笔帽，封住笔帽唯一的开口，再掰断笔帽夹，随后试图用水将笔帽吞服。为了传递信息，他也是真的拼了。可惜他能想到的方法都是马克曾经玩剩下的。马克告诉他，就算不被他察觉，电梯的红外扫描也会发现他违反规定，倒是会有很多种方式取回他体内的东西。没办法，鹤立的希望只能再一次破灭。Another good try though. 既然避无可避，干脆不装了。鹤立火速跑到走廊尽头，用防火器材猛力砸向门玻璃，哪怕警报响起，他也不在乎。然后不顾被划伤的危险，拿着带有离职意愿的文字拼命伸向外面，只要头部也越过有效区域，生活人格就可以得知他要离职的想法。可惜最终他还是没能成功，被马克赶来阻止，而且他们还被安保逮个正着。高层哈莫尼对此非常愤怒，将鹤立也关进了休息室。但这次经历的花样可有所不同，鹤立需要在阴暗的灯光下不停念着固定的忏悔词，同时测谎仪会精准拿捏他的情感波动，必须真心诚意的内化忏悔才能过关。认为他缺乏感情，没有诚信，便不断的让他重读。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鞭挞和规训，而非肉体上的摧残，迫使人如同小白鼠一般的煎熬。Again. Really? I'm afraid you still don't mean it. 这也体现了卢蒙公司对员工的集权统治，试图磨灭员工的反抗意识，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工作。最终，鹤立重读了1072遍才从休息室回来。可他上一秒以精神崩溃的模样进入电梯，下一秒就变得满血复活，继续上班。你以为这样就屈服了吗？其实通过多次的实践，鹤立已经学会如何骗过测谎仪了。这次他要以自己的4根手指为筹码，要求与外面的自己取得联系。哈莫尼见他是认真的，马上就让人去准备录像要用的设备。鹤立也录下自己要离职的诉求，希望另一个自己能放过自己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？鹤立拿着刚录制好的光碟下楼，等再次返回他手中已换回了答案。可即便他闹自残，生活人格也没有要终止合同的意思，甚至还恐吓工作人格，说出让他生不如死的威胁，言语中暗示他才是这具躯体真正的主人。这下进一步加深了工作人格的绝望和困惑。不用上班就有钱花，换做我也不想离职呀。其实生活人格一旦同意辞职，那工作人格不就永久消失了吗？你们说还有没有另一种可能？两个都是工作人格，压根就没有生活人格，每个都觉得自己是工作人格，成为资本大佬们无偿的生财机器。不过不管哪个鹤立都是头倔驴，接下来他会用更极端的方式向对方示威。